太阳冰镇拿过来出水了。好，那些有没有鱼？应该有吧，我给你尝一下。哇，有这么大的鱼！你怎么知道？我也尝一尝。大爷冰镇进去了，不要开玩笑，大姐，帮忙骂我。别小心眼撒大爷，这里有呢。这么少的东西考验没动过。快弄，就玩吧。大爷，来帮个忙，帮忙子。右边，一块点。出来了。来，出来了。哇，大爷可以拉网了。好。大西，网出来了！好，那里先放一下，好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你这样过来抽网就行了。来走。停了。收获了，大爷来帮个忙。好，过了。谁给你打电话？姐给我打电话说，过完年他打算换个大城市找份新工作。这挺不好的，大爷找工作直接上500当中就成了呀。得对公司具备多种验证过的大企业，好工作非常多。根据验证，不要找工作放心。哇，现在1万大百名企业都在上面招聘呢，这些岗位条件都很不错。是啊，我朋友物流专业的工作就是在上面找到的，工资比之前高不少，还要带薪假。现在去500做实时课程抽奖活动，输入岗位真实口令包含覆盖，还能抽500红包呢，快去看看。真不错，我让我姐快去看看吧。来说用劲，大爷，但是你这里有没有鱼？有鱼，应该有点重呢。有鱼！还好着呢这个。来，我用劲。这么大的一个。哇，几个蛋？这什么鱼？不知道，反正好干。哇，这个鲨鱼。有3个。来继续说。我去，哇，今天好像就3个就够了。那些这个是鲨鱼。这个鲨鱼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是像大的，这个妈妈吧，应该这个爸爸，这个小的是他儿子吧，反正好干。现在我们吃大的吧。哎，这个想给爷爷吃嘛大的，吃这个吧，大爷这个也好干。走。看起来真好吃。那我们快烤吃。快，你去找个柴火。好。什么味道？穿鞋子吗？比你的脚香多了，大爷嘞。
加货大爷加货。香了大爷香了哎，出了没有大姐？出了去吧。哇，这香了哎！大家香不香？香很。小桃，你也吃多一点吃。好。哎，热大爷的，你吃啥？哎呦，这点要吃。我也没吃饱大爷，这个剩下的明天给爷爷吃。好。